台湾话，让步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扭曲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让步，高抬贵手，手下留情，用力。我较含慢，请你小可扭手咧。我比较迟钝，请你手下留情些。通常用在比赛时的客套话，如下棋等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